奇怪，哪有这个顺流手机落伫遮？哎，我想哦，一定是今仔遐个记者其中一个人落的，落个人哦，一定是足着急的。喂，贝丽姐，我是黄一晨啊，歹势吼，我想要。贝丽，这无代志啊，我来处理就好啊。副总，那今日记者会相片放出来，互我看。副总，不过遐相。这是副总的命令，紧去。是。黄一晨，你要翕的是选手 VCR， 替高念慈做 T1 宣传影片，所以是你在策入高念慈，哪里有啥物人在策入呢？这个影片是我翕的无毋对啊，不过有啦，我是有请一个朋友来帮我开车，不过我的朋友无可能做迄个代志啊。停！哪里这张嘞？这张相片是伫公车顶悬翕的，公车顶悬敢嘛有你的朋友？无啊。敢讲是有人伫公车顶外翕的？还阁有，迄200块的发夹，哪有可能突然间变成价值20万的钻石发夹？我倒一个哦，爱一个囡仔当亲妈妈陪我阮的啊。阿姨，你卖完时，伊真正讲哦，迄讲200块尔啊。20万的钻石发夹，敢若卖你200块，哪有遮尔好康的代志？副总诶，我真正无讲袂差啦。别人会当无相信你，不过你家己应该知影事实的真相是啥。可是讲你讲的若是真实的，那那总裁送互你的迄张空白支票，敢会无缘无故失踪？好啊，我有代志要先来去。副总诶，多谢你。这无啥物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副总诶，你毋知影你讲的这句话对我来讲有真大意义。我就是讲这件代志发生，无人阁会相信我。我毋是相信你，我是相信阮爸的眼光。我相信阮爸袂无缘无故叫一个小混混，敢往后家己受伤，而且都甲这个人留伫咧家己的身躯边做代志。不过你也莫怪阮爸，你是伊找入来的人，发生这种代志，伊的立场嘛真伟大。我先来。副总的讲的无毋对，我绝对袂当辜负到总裁对我的栽培甲信任。我会较认真，将这件代志甲补好清楚。我相信我一定会当找出办法来证明我家己是清白的。海的浮沉，不管悲伤也是快乐，